我哋係講不完的愛青年正向思維計劃嘅小記者，我係嚟自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5A 班嘅周梓彤。今日好榮幸可以邀請到中區指揮官汪威信先生嚟接受我哋嘅採訪。汪 Sir， 我想問你呢，當其時係因為啲乜嘢原因先會決定入警隊嘅呢？會唔會有啲乜嘢特別嘅經歷去影響到你嘅決定？回顧翻啱啱入職時候嘅心態，同而家又有啲乜嘢唔同啊？好，首先多謝梓彤你哋嚟到訪問我啦。咁啊，不如講下，首先講一講我點解會加入警隊先，係嘛？有冇啲咩嘅經歷？其實咧，我都係普通一個學生。當我讀中學嘅時間咧，其實我好中意做運動，好中意去玩，我坐唔定嘅。咁成績亦都唔係太好噃。咁所以咧就我好中意我有啲朋友喺身邊啊。咁去到我大學畢業嘅時候咧，我都有一個好迷蒙、好朦朧嘅感覺，就係我都唔知自己想做乜嘢。我淨係想做一份工作咧，係接觸到其他人嘅，幫到其他人嘅。咁你話有咩特別嘅經歷去令到我加入警隊就冇啊？因為當時我覺得警隊咧係一個富有挑戰性啦，同埋可以接觸到唔同嘅人嘅工作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投考警察。咁其實咧係有個取捨嘅，因為咧當我大學畢業嘅時候咧，我就唔係做警察嘅，我係做呢個放射技師，即係讀 X 光、照肺啊，照下啲心臟啊，做下啲超聲波咁樣。咁我相信兩者嘅工作都有關聯嘅。喺醫院嘅工作都係幫到其他人，但係醫院嘅工作咧通常都係病人。但係喺警隊嘅工作咧，我亦都可以接觸到其他人，不過咧就可以接觸唔同層面嘅人。咁我相信我嘅初心就係可以接觸多啲人啦，可以八卦下啦。咁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嘅初心咧，我相信都冇變嘅，因為我都係好中意講嘢，好中意接觸其他人，好中意溝通。因為我覺得溝通會帶嚟滿足感，溝通會帶嚟一個溫暖嘅感覺。